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介紹 The Haddon 無縫連接港鐵紅磡站。一家三口有小朋友同埋工人姐姐嘅你哋，係咪煩緊？究竟可以喺邊一度租或者買一間3房單位，而且空間感又夠嘅咧？呢一度就幫到你啦！呢間實用面積430尺，咁咧空間感十足，而且又多一間房可以俾姐姐用。每個單位都配備3星智能門鎖，採用3合1露台。有姐姐梗係要佢煮飯俾小朋友啦，明火爐頭夠晒鑊氣啊！兩邊窗透光度十足。兩口子想要私人空間咁啊，一定要有間1房啦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262尺。3合1露台嘅設計，工作平台、露台同埋呢個冷氣機平台都喺呢度㗎。洗手間係喺套房嘅。The Haddon 作為 Midtown South 嘅其中一道重點規劃項目，當然唔少得要統一有呢個商業街啦。屋苑基座商場仲有好多設計創新嘅 3D shopping streets， 行完街覺得攰，仲可以坐低飲下咖啡，享受下人生。想了解更多南九龍嘅項目，喺度留言話我知，記得點讚啊！